中公园葫芦墩文化中心举办原乡原民歌手比赛，有50多位的好手来参加。因为初赛甲复赛同一天来比赛，所以更加紧张刺激。观众面唱经典的歌，互大凯观众是听甲水茫茫。2024原乡原民葫芦墩唱歌比赛，即讲伫咧葫芦墩文化中心上场，拢总有50位参赛者。上一年因为忘词，所以有点失落感。今年就再度参加，希望我可以进入决赛。原乡原民葫芦墩唱歌比赛已经举办第5年，今年比赛人数比去年侪超过1半，现场的气氛紧张，刺激。那摕到冠军，下档摕到一班。那举办了也5年了，那歌唱比赛是为了要提供给我们原住民朋友们，有一个展演的平台。除了唱歌比赛，现场嘛有特色美食和分创市集，希望有更多人熟悉台湾的原民文化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